大家好，今日2025年嘅5月27號，申訴專員公署網站將2023年4月之前調查政府部門嘅報告同埋資料下架，公眾查閱咧需要先申請，獲得批准安排咗，跟住咧要喺指定嘅時間就親自去公署嘅辦公處查閱。明報記者早前就申請獲批，琴日就朝頭早就去現場公署嘅辦公室實測查閱嘅程序。今日就有段報道就講咗種種嘅限制，包括咧就公署唔會提供做咗咩報告嘅目錄，亦都要限閱報告嘅數目，唔可以超過6個報告。記者就向收工嘅申訴專員陳積志查詢未提供目錄嘅原因，佢就回覆就話程序順利，多謝晒。咁真係唔知拗晒頭，即係一個咁樣嘅回覆。政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就認為唔提供目錄講唔過去，形容公署嘅安排有點擾民，亦不太符合呢個公開資料守則嘅精神。陳積志就冇解釋程序順利嘅意思。假如咧係指透過程序限制傳媒公眾獲得資料，以監督政府過程順利嘅話咧，就真係的確講唔過去。公署網站以資料拖慢電腦為理由，將呢個大量嘅調查政府部門嘅報告同埋資料下架，亦都將個人資料守則個案個欄目成個移除咗。有另一個說法嘅就話近年所作嘅建議咧，一般2年幾內就已經獲得落實。之前嘅報告已經不合時宜，甚至或者對公眾有所誤導。雜誌社網媒翻閱公署過去5年幾5個年度嘅年報，發現咧至少有20項嘅建議措施係喺報告發表之後超過3個年度之後先至落實，有啲建議至今遲遲未落實。而相關嘅報告已經全數下架。呢個包括2014年3月，公署就呢個香港嘅公共檔案管理同埋公開資料制度發表咗一個主動調查嘅報告，建議訂立檔案法同埋資訊自由法，至今有如石沉大海。2016年6月發表咗一份樹木管理制度同埋工作調查報告，建議政府明確表示有意立樹木法，至今亦都未落實。公署嘅解釋下架嘅說法不盡不實，又或者好似佢自己喺個聲明咁講，甚或對公眾有所誤導。申訴專員公署對網站下架嘅解釋，無論係拖慢電腦或者話一般已經獲得落實，都缺乏理據同埋說服力，甚至不盡不實。事件令人感到嗰句說話，沒有荒謬，只有更荒謬。更荒謬嘅係，申訴專員公署係法定嘅機構，按法例承擔監督政府部門，推動良好管治、優良同埋公平嘅公共服務，提高公共行政嘅素質。下架嘅做法同公署嘅使命背道而馳，自毀長城，所謂何事呢？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教大社會科學同政策研究學系嘅顧問，負責呢個公共行政學嗰方面嘅張炳良教授，佢喺2009年就發表咗一篇嘅論文，係研究香港嘅申訴專員制度。論文裏邊佢咁講，佢話問責、公開、透明等被視為良好管治嘅重要價值，而申訴專員公署嘅職責範圍正正就係為公開、透明等價值作出貢獻。佢回覆翻明報記者查詢嘅時候就話，原則上公署嘅報告應該以提高透明度為前提，盡量方便市民查閱。資料保存開放嘅期限宜長不宜短，
張炳良文章又話，良好嘅自我完善同埋監督系統可以減少官僚作風，消除程序障礙同埋資訊阻塞等，增加處理公共事務嘅效率，令公眾更加滿意政府，有助建立更加健全嘅公共行政體系。公署網站下架嘅做法不但止擾民，製造程序障礙同埋阻塞呢個資訊流通，不利傳媒、學者同埋公眾透過查閱監督政府。公署負責調查公眾對有關部門行政失當嘅申訴。下架嘅做法涉及決策不符合法例嘅精神，查閱嘅安排設置咗好多程序嘅障礙。專員陳積志應該公開交代，公眾傳媒如有不滿，可以向邊個申訴？公署會唔會接受呢啲申訴？又或者自己主動去調查？唔能夠一句話程序順利。加上而家政圈流傳有所謂封口令，議員都收咗聲，只有少數媒體仍然跟進，行政機構冷處理，話係個公署自己嘅事，公眾無可奈何之下，係咪就係咁樣以為可以過關呢？政府自我糾正同埋監督機制失效，專業唔專業，開放透明度倒退，公眾對政府個觀感自然會轉差，甚至更差。部門缺乏有效監督，行政失當、缺乏效率等問題出現嘅機會就更大。公眾對政府不滿嘅情緒亦都會滋生。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申訴專員公署嘅工作其實就係防止政府裏邊腐敗或者係所謂生蟲。今日咧竟然係自己捉蟲，作咗一個好差劣嘅示範。呢個個案其實真係對研究香港公共行政變遷極具啟示。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